今年开始排碳的大户就要开始计算排放量，加做明年碳费要扣偌济基础。环境部规划要先扣掉25000吨的排放量，才会来开始算。不过环保团体是认为，这颠倒会鼓励部分的企业免遐认真来减碳。摆碳有价，环境部今年启动碳费征收定时，3号甲关心气候的团体交流意见。第一届公布碳费计算公式，不过环团发现公式内底有2.5万吨，这么悬免征收夜度，烦恼恐惊削弱减碳的意愿。开了太多的后门，让这个厂商有很多机会可以规避他们应该要负的责任。环团指出，若开放免征收的夜度，针对521间厂商会减收将近60亿的碳费。环团嘛指出，碳费有优惠的费率，若以现行2030年减24%偏低国家目标来计算，企业才有可能得算无好的减碳效果，有缘会当适用优惠的费率。如果你用既有的这些减量的规划，你就想去申请所谓的优惠费率的话，我认为说这些企业来讲，其实并不负责任的。那这样的制度的设计来讲的话，也没有办法达到加快企业减碳步伐的一个功效。针对免征收夜度，环境部解释，包括空污费甚至所得税，拢有免征收的夜度，安尼做是为了公平。未达2.5万吨，他可能排2.49万吨的呢，他每一吨都不用交钱，那这样就违反这个公平的原则。所以我们采用这个扣除这个2.5万吨，是基于公平的想法。针对优惠费率，调解委指出，以中共做例，2030年减碳目标是25%，但国际上是40%。认为优惠费率的基准要重新检讨，无就算碳费会当顺利上路，减碳效果有缘互人烦恼。环境部是回应，优惠费率是以促成实质减碳来做目标。记者林建梅、曾志成台北报道。